有一个人变魔术给你们看，有吗？有哦，那是我朋友。因为我跟一杰哥是台湾神学院的同班同学。哦，那个人有没有很可爱？有没有很帅？有。你比较帅。你眼睛有问题吗？对，这句好听。他以前超帅，现在变得很胖。就是我认识他到现在，大概胖了20公斤。哦，那我跟一杰哥是同学，跟那位祥林传道也是同学。对，那我的名字我姓许，严武许，叫夏冰，夏天的夏，贵宾的宾，不好记哈。我给你们好记一点，叫 shopping。shopping 有学过英文吗？有啦，有 shopping 哦。因为每个女人都爱怎么样 ？shopping。对，这样比较好记啦哦。好，那第一次来这边，我觉得大家都有点害羞，其实我也有点害羞。那刚刚我们就直接进来今天的主题，想要用这篇信息，就从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些学习。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，大家说以赛亚书。不要我还没开始就睡着了，好不好？以赛亚书。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，他第一句话说什么？说你这个虫雅各，哇！上帝第一句话就骂人说这个人怎么样，像什么虫一样哦。他说你这虫雅各以色列人不要害怕。第二句话就跟他说你不要害怕。我在想，应该不是上帝骂人，而是以色列人看自己像什么虫。你有没有看自己像虫的经验？有哦。你有没有害怕的经验？有哦。今天的主题呢，我想我就赶快跳过经文，因为刚刚念过了哦。今天给大家一个题目叫做不要害怕。大家有害怕的经验吗？有没有人说你没有害怕的？没有曾经害怕过的？正常，我们都会害怕。其实我也会害怕，但是我们要学习面对害怕，因为上帝教导我们说不要害怕。但是要怎么样学习不要面对害怕？我想要先从几个角度来思考。你觉得害怕对你会有没有影响？有。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？坏。其实蛮多是坏的影响。我相信一定可能也会有一些好的影响。好比说，如果你这边我们走在一个悬崖，再走一步就会掉下去，那会不会害怕？会。这个时候的害怕对你来说是好的还是坏的？好的。其实是好的，它会保护你免受患难跟灾难。但是我今天想要来讨论一下，有一些害怕会不会带给我们有一些不好的影响？好比说你自己多忧多虑，明明就没有发生，可能就会有影响。我想提出一个见解，第一个见解是害怕可能会影响你的什么？健康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害怕会影响你的健康。我要做一个比喻，我知道你们教会很会打篮球，听说你们篮球很厉害，所以我都不敢跟你们打篮球。有没有2个男生你觉得你篮球打得很好的？你自己觉得还不赖？有没有人举手？有没有举手？不要害羞啊！举手。来，上来！我看过你打，他真的很厉害。来，上来一下。还有没有另外一个？有没有年轻人？有没有这几个帅哥选一个？你可以吗？你会打篮球？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快一点啊！上来！来。这位大哥，你就站在这边，你就站在这边。你知道吗？害怕会影响你的健康。你打得很好，可是你年纪比较大那就你待会就帮我扮演就好了。那你呢就要动起来，他们就过来练好。你知道我看一个新闻他就说一个人如果连续害怕、担忧30分钟，如果你连续担忧、害怕30分钟，你的身体就会很像一个人连续跑步30分钟。你们打篮球有没有练那个小碎步？好，就是有练过吗？来，小碎步一下，开始，1、2、3。这样怎么打篮球？对，要这样打，停。现在这样子待会你帮我表演害怕，他只要一演害怕，你就要开始动。可以吗？然后我们就开始讲道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大家 O 不 OK？OK 就拍手 ，OK 就拍手。好，开始害怕，演害怕。
深的害怕，很深的害怕，就要快一点啊。浅浅的害怕，慢一点。哦，很大量的害怕，哦，怕死了，怕死了，怕死了。好，继续讲道理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你知道吗？继续，还在害怕，还在害怕，他还在害怕。你知道一个人害怕，如果30分钟，他的身体就像一直在跑步，你还在怕，还在怕，很怕。有人害怕一下下吗？没有，通常害怕会怕很久，身体就会一直动，一直动。有没有很累？继续跑，超累，超累哦。有没有累到受不了？有一点。那还要不要害怕？不要。他还在怕，还在怕，不要。他全身都热了。好，我们拍手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。对不起哦，你们下次应该不会请我来了哦。那个报章杂志这么说，一个人哦，如果连续害怕30分钟，他的身体就像现在这个样子。大家摸摸他，有没有觉得很热？你不用运动，你只要害怕30分钟，你的身体的状态是这样，受得了吗？是受不了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害怕对我们的人的身体是会有影响的。他说，如果你害怕30分钟，你脑部的缺氧量，那个含氧量就会大幅的降低，就会开始产生耗氧，然后那样子的状态30分钟就好比你熬夜一整天。大家说哇，你不觉得很可怕吗？我们只不过很紧张、担忧30分钟，你的身体大概就是像熬夜的状态。你知道这个报道继续说，一个人如果得到癌症，他继续的害怕，他的身体就好像一直在跑步一样。这个时候，他身体的耗氧量就会大幅的增加，严重的缺氧就会让他的癌细胞大量的快速成长。有没有影响？影响很大。所以害怕好不好？其实不是很好。这个图是什么图？你觉得这是什么？嘴巴的牙齿。这个是什么？是有一个患者，他要去做假牙，他要去植牙，医生帮他照 X 光片，看他的那个牙齿的骨骼是健康的，所以愿意帮他做植牙。可是植牙到一半，你看他植几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大概装一些没有装完整。之后他说他装到一半，那一段时间，这个患者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不知道什么事，可能是儿女怎样，可能是财务怎么样，让他开始焦虑跟紧张、害怕。所以你看他的牙齿的那个质体骨骼开始酸化，骨头开始溶解，你看他的整个牙齿就歪掉了。我不晓得大家读圣经有没有读过一句话说：“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干。”这句话是真的哎。然后当你忧伤的时候，你的骨骼、你的骨头就会开始酸化。在医学里头，我们看到人的牙齿的骨头就开始酸化，就产生了影响。所以我在猜哦，如果你打篮球的时候很焦虑、很紧张，你会不会容易骨头受伤？如果照这个推理来说，可能会容易受伤。害怕还会影响什么？害怕还会影响你的表现。这个是谁？打篮球都认识他，林志杰是我们的台湾之光。你知道他前年在 CBA 比赛打到总冠军赛。他打总冠军赛的时候，他第一场他拿了24分，他3分球投10中7，很准，对不对？打篮球都知道这个太神了。可是他第2场比赛拿几分？拿6分。第一场24，第2场6分。那个时候那个主播报员就讲说：“来到季后赛，打篮球拼的不是技术，拼的全是心理素质。”他们口音都这样讲。他就讲说，篮球比赛打到最后，其实看的是哪里？是里面。通常如果你里面不害怕、有信心，你外在表现可能也会比较好。云林科技大学的运动研究所，他们就有做一篇论文，他们就说，通常害怕失败的运动员，他的表现都会绑手绑脚、畏畏缩缩。我看到那位弟兄，我上次我看你打球，一点都不害怕，
里面不知道哪来的自信，应该是就是有自信，可能就是从上帝而来的。可是你就可以看得到，当你有自信的时候，不害怕的时候，你的表现确实是会比较显著，也会比较好的。第三个呢？第三个，如果害怕还会给你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害怕其实还是也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的。我的教会有一个年轻人，他今年大学刚毕业，他很奇怪，他每次我跟他讲话，他都不敢看我，他眼睛都不敢看我。然后我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就会就是那么久，一句话都说不出口。你知道这个在当代现在蛮多人会有这种状况。医学上面说这叫做社交恐惧症，就是他可能很害羞、很紧张、很害怕，除了家人以外，他可能跟其他人都会有一点难互动。所以你知道这种状况是因为他里面产生害怕，他害怕人家怎么看他，他害怕人家怎么想他，他害怕人家讲的话他能不能够回应，以至于他里面一直害怕，一直焦虑到最后他开始冒冷汗，一句话都说不出口，就开始发抖紧张。你知道吗？害怕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，影响我们的健康，影响我们的表现，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。当我在研究圣经里面怎么去看待害怕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个学者统计出来说，圣经里面对于不要害怕这句话出现了365次。他说啊，他觉得仿佛是他知道人会不会害怕，会害怕。可是上帝鼓励他的儿女，鼓励弟兄姐妹，一年有365天，每一天上帝都在鼓励我们不要害怕。上帝鼓励我们不要害怕，但是重点是，我们也知道不要害怕啊，我们也知道害怕会影响你的健康、人际关系还有你的表现。但是害怕它还是会来嘛，害怕它还是会不由自主的从里面生出来。我今天想要提出几个见解来，大家一起来思考。我们要来想，我们要如何面对害怕？我们可以如何面对害怕？今天我想跟大家提出4个要，大家说4个要。4个要。第一个要是什么？我们如何面对不要害怕？第一个要是我们要确定你的依靠系统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在面对恐惧、担忧、害怕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依靠？有。那你的依靠系统又是什么？我想我们都有自己的方法。你的依靠系统是你的聪明，你的依靠系统是你的努力，你的依靠系统是你的财富，你的依靠系统是你的工作，是你的家庭，是你的家产，还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些都很好，但是我要说这些不会是你完全的依靠。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的依靠系统应该要是救赎你的上帝，你的依靠应该要是耶和华上帝。这边圣经跟我们说，你这个从雅各，不要害怕，耶和华说：“我必帮助你。”这边是说我必耶，不是说我想想要不要帮助你，不是说我看看，是说我一定会帮助你，并且他说什么？你的帮助，你的救赎者就是万军之耶和华。然后我们要确定依靠系统，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智慧，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能力，但是我们更要依靠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这件事情。你的智慧、你的能力、你的恩典、你的好处，其实蛮多都是从上帝给你的。阿们吗？阿们。真的是啊，所以你要依靠的应该是上帝给你的礼物，还是依靠这位上帝？当然是依靠这位上帝。我给你做一个比喻好了，你有一个富有的爸爸，他一天给你100块，你依靠是依靠100块，还是依靠这个爸爸？爸爸连笨蛋都会依靠爸爸，因为知道这100块从哪里来，从爸爸来。弟兄姐妹，要确定你的依靠系统。面对害怕，第一个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依靠系统。在诗篇16章16篇4到第4节说：“以别神
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；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拿 iPhone XS 来代替耶和华，恭喜你，你的愁苦要加增啊！如果你拿你的户头的钱来代替耶和华，你的愁苦会加增的。你没有办法拿这些来代替耶和华，你要确定你的依靠系统是谁。你的依靠系统不会是那个最帅的老公啊，你的依靠系统不会是那个最美的妈妈，你的依靠系统应该是耶和华。妈妈很好，帅老公很棒，但是你的依靠系统应该要是耶和华，因为如果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你的愁苦会加增，真的会加增。第二个是要学习什么？要学习交托。大家说交托。交托。你知道，我们都知道上帝很厉害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很有能力。当我们确定了这个依靠系统之后，第二个步骤是我们要学习交托。很多人都知道神很有力量，很多人都知道神会帮助我们，但是你不依靠他，不交托他，仍然不会得着他要给你的帮助和好处。要学习放手，学习交托。我要说，我们的上帝不是高高在上、高坐在宝座上而已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是随处随在的神。那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就可以祷告的神，他是我们骑车就可以祷告的神，他是我们上课听老师上课听不下去，我们可以祷告的神，他是我们随时都可以依靠的上帝。但是我们要怎么依靠他？要学习交托给他，要学习把你的重担跟害怕交托给他。在圣经的诗篇37篇第5节就说：“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必成全。”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谈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常常反省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知道神有能力，我们知道爸爸有能力，但是我们不一定会想要去求告爸爸，我们不一定会想要交托给爸爸。然而，当我们不求告、不交托的时候，常常我们就很难得到帮助。所以要鼓励大家如何面对害怕。第一个，确定你的依靠系统；第二个，要交托给耶和华，要学习放下，要学习交给他。这不代表说你就不要努力了，要努力，但是也要交托，要100%的努力，然而也要100%的交托。第三个是要怎么样面对害怕，就是要经历上帝的作为，要经历上帝的作为。神是让我们可以经历他的。我不知道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，但是你的日常生活你有没有经历到他？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，你在主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经历到他？让我这样跟你说，神是值得你经历的，神是可以让你经历的。也许你过去没有经历他的经验，但是我要鼓励你，邀请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与你同行，因为他乐意与你同行，他也乐意帮助你。随时随地，我们都可以经历他奇妙的作为。刚刚长老跟我们说，要不要写见证？有没有见证可以写？见证就是让你去察觉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，把它记录起来，那就是见证。当你把它记录起来，你就知道你真的有经历他的作为。我要鼓励你，要渴慕经历他的作为，要渴望经历他的作为。我的信仰是这样，我觉得上帝不应该只是让我礼拜天来信一信、奉献、唱2首诗歌而已。我的信仰经验是，上帝应该是要我走出去的时候，他仍然与我同行，因为这是他的话。上帝应该是要在我最大困难的时候向他祷告的时候，我要经历他的帮助，也经历他的调整，也经历他的安慰。如果没有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神根本就不值得我信。所以我要鼓励你，神是值得你信的。你把神带回去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把神带回去经历在你的学校，
把神带回去经历在你的家庭，把神带回去经历在你的困难，把神带回去经历在你的喜乐里面。第四个，如何面对害怕？我要说是要以耶和华为乐，要以耶和华为喜乐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乐的人，我也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可以以耶和华为喜乐的人。喜乐，我觉得常常是需要训练的。来帮我训练一下，跟隔壁笑一下，来跟隔壁一个最大的笑容。来，给隔壁一个笑容。很容易吗？容易吗？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？对，因为这个场合笑是有点尴尬的。但是喜乐，我要说是可以训练的。我们应该要训练可以喜乐。我要说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需要一些些的幽默感。我们需要有一些幽默感，我们可以放轻松一点，因为人生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，对不对？人生其实困难已经很多了，人生的难处已经不少了。你忧愁、害怕面对它是一种方式，但是你喜乐的去面对它，也是另外一种选择方式。尼希米记这么说：你们不要忧愁。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有点喜乐的时候，你的力量就会多一点点；有的时候你放轻松自在一点的时候，你的力量就会多一点点。我要说，这种喜乐跟这种幽默，不是傻傻的，不是笨蛋，不是乐天，不是天兵。当兵就最怕遇到天兵，天兵什么都在笑，连手榴弹炸过来他也在笑。可是我要说，我们的喜乐不是天兵的喜乐，我们的喜乐是有根有基的。因为这边说什么是以谁为乐？以耶和华为乐。为什么以耶和华会有喜乐？因为我知道我有依靠。为什么以耶和华有喜乐？是因为我知道我有帮助，我有山寨。为什么以耶和华为乐？是因为我知道他定义会帮助我。我是一个有2个小孩的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小孩啊，他们如果我在他们旁边哦，他们只要一害怕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冲过来抱住我的脚。你知道他一抱住我的脚的时候，他就不那么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脚可以抱。不是啊，是因为爸爸在啊，安全感就有安全感。他知道有任何的小朋友经过，他冲过来抱着我的脚，第一个那个人就不敢冲过来弄他了；第二个，就算那个小孩冲过来要弄他，也会被我挡住。弟兄姐妹，这种安全感跟这种喜乐，是因为他知道爸爸爱他，爸爸会救他，爸爸会帮助他。诗篇这么跟我们说：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。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就欢心啊！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喜乐，但是当我们靠着爸爸的时候，你就会有点安全感。有时候我们很难喜乐，还是会忧虑，但是你依靠耶和华靠一下，你就会比较有安全感，比较知道有爸靠，我不用怕；有爸靠，我不用那么的担忧，因为爸会成为我的靠山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信息在讲说，不要害怕，不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明白而不害怕而喜乐，而是因为我知道我有神，我就不怕。我知道我有神这个确据，我就不怕。我知道有神，我就会有喜乐；有神，我就会不担忧。但是讲到这边，给了大家4个要，你觉得害怕就不会临到你吗？其实害怕还是会来，对不对？害怕还是会来。不瞒你说，我每次要上台讲道的时候，我都会很害怕。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吗？你要不要试试来？真的会害怕，真的会紧张，真的会忧虑，所以真的想上来，我不给你了。真的会害怕，但是我要说，
神时常用他的话安慰鼓励我们。神知道我们会害怕，神知道我们好像那个虫雅各一样。神，我要请事情帮助我了。我们还是会害怕。我要说会害怕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，我们会害怕。我觉得这叫做病视感，我们需要有病视感。我们要知道我们会害怕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会担忧。然而，知道会害怕，知道会担忧之后呢，不是在那边继续害怕、继续担忧，而是要知道我需要寻求帮助，而是知道我需要寻求真实的喜乐，我需要确定我的依靠系统。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跟我们说，你这个虫雅各，不要害怕，因为耶和华救赎你的上帝必要帮助你。经文在后面还说，我必应允你，说我必不离弃你。弟兄姐妹，这三句话里面，第二个字都是什么？都是必。必是肯定句还是疑问句？是肯定句。我们成人都知道，如果当我把必这个字拿出来，要不要做到？一定要做到。我们的上帝比我们更伟大，更信实。你想一想，他敢说，他敢做，他就一定做到。这边第一句经文说：“你这个虫雅各。”我觉得这个“虫”这个字很抓住我的心，因为我觉得人就是常常很软弱，像虫一样。我有一段时间常常想要带我的小孩跟老婆一起去运动。我很喜欢运动，我年轻的时候都打篮球，可是我两个女儿打篮球很奇怪，所以我就带我的女儿跟老婆一起去骑脚踏车，我们去骑那个河堤便道。你知道骑河堤便道的时候，那个柏油路上面常常会出现毛毛虫。我不知道你们骑脚踏车的经验是怎样。我小时候骑脚踏车，只要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障碍物，我都会想要压过它。特别是小时候很喜欢看到那个铝箔包，那种麦香红茶，我一定要骑过去，一定要压它，压过去会怎样？嘣一声，嘣一声，心里面就会觉得怎么样？好爽，就是很爽。像我那时候在骑河堤便道的时候，看到毛毛虫，我那个心就隐隐的又上来了，就很想要压过它，因为我知道压过它肥滋滋的，会怎么样？休斯一秒，不吱一声，扁掉，全部都挤出来，会觉得怎么样？对，就很像压铝箔包一样。可是当我那一次骑脚踏车的时候，我就心里想说，我不要压它，我不要压它，我不要压它。其实心里面很想压，可是我感觉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不要压它。我就心里想，为什么不要压它？我就想到，再过不久，它要变成什么？蝴蝶。它会变成蝴蝶。它有大好的前程，它有美好的未来。我在那个当下，我觉得上帝启示我一件事情。我们很多时候像这个虫一样很脆弱，很害怕，很怕有人他会来压我们，很怕太阳的炙热会烧焦